能走在就是有点不太安全，头上能动吗？头就这样动不了。往前手怎么看呢？我就只能这样看。王海瑞是一个来自内蒙的男患者，长时间强直，整个人呢就是一根棍儿，肌肉都已经萎缩了，没有力量。30多岁人吧，平时呢就是拄个拐杖，拐杖上面有个凳子，走到哪儿呢，然后把这凳子一放就坐到哪儿。它的弯曲程度很高，基本达到了90度。治疗呢是比较麻烦，因为你得做腰椎，然后呢还得做双侧髋关节，对身体的这个挑战还是比较大的。我们现在一般呢就是把3个手术呢都压缩在大概1个来月的时间里去做，因为拖太长的话对他身体是一种消耗，他这个需要一段时间恢复。等他完全恢复的时候呢，基本上人也是直的，走路呢也是比较自如的。这你现在能直起来了是吧？对，看你的到我眉毛这儿，当时的时候就是那个弯的那种状态的时候，当时到我们这个位置。当时是1.1米是吧？现在是166，看看啊1.66米。1.66米。